國安法嘅訂立咧，其實好理所當然嘅，但係點解會有一啲咁嘅負面言論咧？純粹係政治原因啫嘛，就係有人想顛覆香港，成為佢嘅工具，而影響我哋一國兩制，影響我哋國家嘅發展。圖謀呢個人見到你而家有法律唔準佢咁做，佢一定係攻擊你㗎，希望你冇，就算係有，我都一定唱衰你。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嘅挑戰嚟嘅，我哋要將我哋嘅真實情況話俾佢聽。但係事實勝於雄辯啊嘛，時間係最好嘅證明。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即將5週年之際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香港中通社專訪時表示，國安法頒布實施以來不斷被抹黑攻擊，但香港經濟不斷增長，證明各種抹黑是徒勞無功的。事實證明，有安全穩定的環境，香港經濟才能繼續擴展。我哋由我上任嘅時候嘅經濟負增長3.7%，到變成正增長3.3%，到再正增長2.5%，同埋而家我哋睇到繼續擴張，大約係2%到3%。我哋因為有安全穩定嘅環境，我哋經濟可以繼續擴張。當然又有新嘅挑戰啦，例如關稅戰。但係同樣嚟講，有危又有機。個機就係咩呢？我哋好多市場商家營運者醒覺到唔好依靠單一美國市場，去多啲新嘅市場。咁喺個過程其實長遠可能更好嘅喎，因為你變咗多元化，仲有競爭力啊！所以多年嚟嘅咧嗱，我哋嘅競爭力上升，由第7位升到第5位。競爭力其實反映咩咧？我人嘅素質提升咗，呢個同我哋嘅教育啊，同我哋嘅培訓啊，同我哋其他嘅政策去資助佢升級轉型啊，科技嘅應用啊，呢啲咧有啲咧係未必可能好系統咁樣量化到出嚟，但係累積起嚟嘅力量咧，就體現咗喺我哋整體競爭力裏邊。所以呢方面我覺得政策我哋行啱嘅。在關稅戰和地緣政治風險下，港股今年表現強勁，跑贏了全球主要市場，樓市和內需經濟亦有止跌回穩的勢頭。歐美資本流入香港，第一季度香港 IPO 集資總額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。李家超表示，香港在金融、保險、貿易、電腦資訊科技等領域發展較好，也看到了近年來有不少外國品牌進駐香港，說明大家對香港市場有信心。既然大環境係擴張，咁我哋唔好冇信心，成個餅都日日大緊。咁我嗰塊可唔可以都大啲咧？咁而家要諗係有咩方法咯。咁我哋又睇到有陣時啲店鋪的確喺街上邊咧係關門啊，但係又有新嘅開。咁當然新嘅店鋪開咧，有啲係外國嘅。咁你睇到即係外國嘅大品牌都對呢個市場有信心，有食店有食肆嘅。有係零售嘅，佢做過市場分析嘅喎，佢選擇嚟香港，即係佢做過好大嘅調研，覺得香港呢個市場有得做，咁佢嚟嘅。咁呢個包括有德國嘅、有日本嘅、有韓國嘅、有內地嘅，咁即係可以做到嘅。咁要睇你點做。其實我係相對樂觀，我哋嘅房地產市場開始穩定，我哋睇到個量幾開始平穩，咁呢都係正面嘅。